木笔下的仙境，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，在苗栗南庄山林间。那客人就很喜欢坐在这边看那个油桐花，在那边一朵一朵，像白云镶在山上一样。啊，很长嘅味素，眼单你聊聊，我很长嘅味素，真漂亮的地方。眼带你聊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带你逛逛。白色建筑像云岚镶嵌在青山中，咖啡厅、民宿，游客络绎不绝。李莲芳格外在意别太多商业气息，因为那违背他的本意。因为刚开始我们就想说自己在这里养老，然后后来女儿也加入我们就3个人在那边搭帐篷，然后盖这栋房子。原本是要退休归隐山林，建筑师女儿为父母亲手打造，大量原木、手作家具，独特的空间设计。没想到仙境里的秘密闲居，访客却留上瘾。客人说这里很美，要住下来，所以慢慢的我又把孩子房间让出来1间2间，可是不够啊。客人来，然后跟我们的空间都大家都受到挤压了。因此加盖了一栋民宿，加大营业规模。个性温煦的李莲芳这一让就让出了全部。我们本来想说礼拜6、礼拜天营业，后来客人说假日人这么多，那我们平日营业，我们就想那我们休1、2就好了，其他都营业。客人说现在电子业都做2休2呢那我们1、2休息，你又不做，怎么办呢？那全开。儿女因此全回身边帮忙，投诉的客人还成了媳妇。人生的意外转个弯，可以创造更多美好。一家人共同在一片山林间团结打造出饶富趣味的环境，因为分享舍得，反而有了更多的获得。汉江嘅味素，捱單唔留一下；漢江嘅味素，捱單唔留一下。